我覺得佔領運動佢未贏，但係佢冇輸到。你見到香港人到今日都依然係不合作到底嘅時候，證明嘅香港人唔會放棄，亦都未死心。公民抗命，無畏無懼。金鐘人物，捉緊生命濃度，坦白流露感情和態度，留下浮光掠影飛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何韻詩。今次雨傘運動，我喺佔領區度逗留咗全程75日。喺呢75日入邊呢，其實一個係我不可或缺嘅物件呢，就係我嘅背囊。而背囊入邊係有啲咩呢？包括一個筆記簿啦。咁我覺得呢個即係隨身嘅一件物件呢，其實係佢最大嘅意義呢，係令到我突然間覺得自己好似變翻一個學生咁樣。揾翻個學習嘅嗰個心，譬如嗰本簿其實入邊係寫晒我好多嘅筆記啦。因為今次其實一個角色嘅轉換，由一個歌手變咗一個為一啲市民去發聲嘅一個公眾嘅人物，好多嘅嘢其實係可能我以前係唔需要去記，或者我唔需要去理解，咁但係今次因為我要去幫大家去講一啲嘢嘅時候，係需要一個筆記本去將所有要講嘅嘢去寫低，或者我新學識嘅嘢去寫低。從頭用掉我多載的信仰，鑄造更光更亮，淋過冷水也等得漫長，隨着每個打擊我會越強，最難是劍唇槍，怎樣武裝和人言打仗。個筆記本佢個功能係好多嘅，首先就係比較技術性噶啦，譬如要去見監警會咁咩條例啊，或者咩專業啲嘅名詞，我要去記錄低啦。睇咗一啲書，咁我亦見到一啲嘅 quote， 我係會將佢寫低嘅。咁譬如有一句係喺我呢一個成個運動開始嘅時候，我啱啱係睇緊一本書，都係講緊一個公民抗命嘅始祖啦，就係甘地嘅一本自傳，就係我對真理的實驗。佢一開嘅第一版入邊有一句佢嘅說話，就係 My life is my message， 即係佢嘅生命就係佢要表達嘅一個訊息，佢成個生命成個人生佢就係表達咗佢要表達嘅訊息。咁所以呢個係即係其中一頁我淨係寫咗呢一句，因為我覺得呢個係我自己都必須要去記住，唔係淨係用一個行動，唔係淨係用一段時間去做，而係成個人生係要去履行我相信嘅嘢，我嘅自己嘅信念。我變做了鋼鐵人，立茫茫戰地，形成最礙眼對比。若我得到上癮，戀愛運氣，又那用鐵金剛一身鐵地。呢一個學習嘅過程，其實我相信唔淨止係我啦，今次好多嘅香港市民都係重新變翻一個學生，有一個政治同埋社會嘅醒覺。咁我希望呢一個醒覺其實可以繼續延續落去，大家繼續去多啲理解自己作為一個公民，可以去主動去做好多嘅嘢，唔一定係要等別人去幫我哋去做嘅。我變做了鋼鐵，每日叢林戰地，眉頭再沒落雨悲。若我得到談情，萬條絲縷，讓我用我真心愛你。金鐘人物，以後我貪生又怕死。